使用助聽器多年的40歲女士到來我們辦事處，尋找性價比高嘅聽力方案。原來女士年幼時一隻耳仔已經開始聽力下降，現時是2隻耳仔都有聽力下降。替女士做聽力檢查，發現左右耳中度弱聽，給女士試用16通道 CIC 專業助聽器，外出時機，噪音抑制效果理想，人聲清晰，按掣使用非常容易。跟女士溝通期間，發現女士其中一隻眼睛視力較差，助聽器對女士來說是非常重要。聽唔聽到啊？清唔清楚啊？聽唔聽到啲車聲啊？女士視機效果理想，女士馬上決定購買我們這款16通道 CIC 專業助聽器。祝願女士使用我們這款助聽器，聽力得以改善，新工作順利，工作愉快，身體健康。